噔噔噔噔，又到我哋嘅 Startup Hip 時間啦！我係主持程寧。今期到了2026年第18週勁歌排行榜，哈哈，有冇囉囉攣掛住我哋呢？咦，好似冇喎，係咪啊？咁一定有囉囉攣掛住歌手，掛住自己偶像，睇下佢有冇出新歌。追蹤佢有咩活動，囉囉攣佢到底會出新歌啊？係快歌定慢歌呢？仲有心思思，佢幾時會有見面會呢？好啦，我哋一齊去睇下今期嘅排行榜啦。Startup Hits 2026年第18週冠軍歌曲《獨居的儀式感》，主唱歌手張雨晨。第2位歌曲《金童子》，主唱歌手湯嶺山、張天賦。第3位歌曲《成長是個陷阱》，主唱戴祖儀。第4位歌曲《一世人做一次傻仔》，主唱馬天佑。第5位太陽之子，主唱歌手周杰倫。RTHK 香港電台中文歌曲龍虎榜2026年第18週排名第1位歌曲《我很小朋友》，歌手湯嶺山。第2位歌曲《貼地》，主唱布志綸。第3位 Charisma 盧瀚霆。第4位歌曲《時光之灰》，主唱潘頓華。第5位歌曲《華富1號》，歌手黃淑蔓。商業電台叱咤903專業推介2026年第18週第1位歌曲《金童子》，歌手湯嶺山、張天賦。第2位歌曲《穿波鞋的惡魔》，主唱洪嘉豪。第3位歌曲《我最討厭的男歌手》，主唱蔡俊賢。第4位歌曲《時光之灰》Pandora。第5位歌曲《黑醒》，主唱歌手盧慧敏。
新城廣播新城勁爆本地榜2026年第18週排名第1位，歌曲那人那地那天，歌手陳慧琳。第2位，一個人的生日歌，主唱張馳豪。第3位，回歸一塊小石頭，主唱楊千嬅。第4位，歌曲 Away， 歌手李俊傑。第5位，歌曲一家之主，主唱吳崇銘。TVB 無線電視勁歌金榜2026年第18週第1位，歌曲一世人做一次傻仔，歌手馬天佑。第2位，歌曲一個人的生日歌，主唱張馳豪。第3位，歌曲如初，主唱譚輝智。第4位， Starlight， 主唱伍欣彤。第5位，歌曲華富1號，主唱黃淑蔓。ViuTV 週級推介榜2026年第18週排名第1位，歌曲純粹想哭，歌手周柏豪。第2位，歌曲世紀大變局，主唱古天樂。第3位，歌曲我永遠記得屈不崩。第4位，直白，主唱黃家晴。第5位，歌曲煩惱事9成都不會發生，歌手 I Love。冠軍歌獨居的儀式感，大家覺得點呢？乜嘢係儀式感？儀式感要做啲乜嘢？例如升職，我會請屋企人食飯，同朋友一齊分享，買份生日禮物送俾自己，氹自己開心，買花送俾戀人，就係做一個動作，話俾自己聽，唔開心嘅嘢已經過去啦，重新開始。其實乜嘢都唔做，都係一種儀式感。一個人生活唔使在你身邊嘅人嘅感受，唔使受佢左右，放飛自我，自由自在。儀式感咪即係等於里程碑，完成咗使命感，享受生活。繼續留意收聽，請大家投票投選心儀歌曲。只要你肯投票，你嘅一票將會喺下一期上榜。留言區會有30首參考歌曲，留言投票。下週見。